Hi，Doctor 袁早晨啊，好開心見到你哦。Jasmine 都好開心見到你啦！新年進步，萬事如意，身體健康。多謝 Doctor 袁，新年快樂。咁咧，今日我有幾個問題嚟想請教你嘅。咁第一個咧就係我哋啲家長咧，佢哋曾經都好煩惱啊，我哋點可以發掘我哋細路嘅潛能？佢哋嘅創造力又可以點樣更好咁培養咧？咁 Doctor 袁可唔可以俾我哋一啲小嘅建議？我俾大家三個小建議都可以幫到啲小朋友、年青人釋放佢哋嘅天賦同埋熱情嘅。第一，觀察同埋聆聽；第二，就係提供多樣化嘅體驗同埋機會；第三，俾佢哋覺得你支持同埋鼓勵佢，即係個觀察同埋聆聽啦。咁裏邊觀察下佢有咩最有興趣咧，同埋佢點樣學到嘢嘅咧？要理解佢哋真正嘅興趣同埋熱愛嘅事情。咁咧，第二咧，要提供多樣化嘅體驗同埋機會，可以鼓勵啲年青人、小朋友去探索唔同嘅領域，可以係語文啦，可以係科學啦，但係亦都可以係音樂啊、運動啊、藝術啊，幫佢哋揾到佢哋熱情所在。咁第三點係最緊要嘅，喺呢個探索嘅時候、嘗試嘅時候，要俾多啲鼓勵同埋支持佢哋。咁上下你要讚美，咁咧亦都係支持、追求興趣同埋面對一啲挑戰。同時，因為咁樣就可以幫佢哋咧建立嗰個堅毅同埋咧獨立處理嘅能力㗎。好多謝 Doctor 袁呢三個小建議，真係好實用啊！同時咧，我聽講 Case 為咗俾我哋中學生嚟更好咁發展創造力同才華咧，就開咗一個新嘅 program 喎。可唔可以向我介紹下呢個課程咧？大家都知道啦，小朋友同埋年青人咧，即係唔係淨係留喺班房嗰度學嘢噶嘛，亦都唔係等於放假先學到嘢噶嘛，所以我哋咧就設計一個嶄新嘅機會㗎，就喺呢個星期六嘅時候，大家咧可以嚟到香港大學接受專業嘅培訓，打破傳統嘅學習嘅模式嘅，讓佢哋嘅潛能咧得到咧全面嘅釋放。真係一個好嶄新嘅 program 啊！咁所以呢個 program 會係由咩人嚟設計同授課嘅呢？我呢個課程咧都係由香港大學嘅教育學院畢業嘅學生啦，同埋咧資深嘅老師共同嘅設計，同埋咧係授課嘅。佢哋咧都係擁有非常之豐富嘅經驗，好善於啟發年輕人、小朋友嘅創造力同埋天賦嘅。而家就係要行動噶啦，你可以點擊我哋個課程，讓你嘅仔女喺星期六更加可以發放光芒。